有人是进牙膏哦，用过去的3倍券改做5倍券来消费。有一个小食人啊，到明日头份一间小食店，点400块的餐点是摕200块2张的进行券来计销。等到暗时啊，头家咧点钱才发现讲，这2张是去年的年底都已经过期的3倍券。啊，这已经卡到早期做了，警方会主动来调查。啊，刷落来，咱这个报道嘛要甲大家讲，3倍券甲5倍券无同的所在。这个小姐一个点刷摕出2张200块的进行券，讲要纳钱，收钱的是头家细汉查某囝，可能是头一摆去摕到进行券，佮外头问厝内人讲敢有收。这个小姐为了生意人方便，佮加点贡丸汤斗倒来倒400块免走，看起来真大心。不过，一直到暗时，这个生意人清点时，才发现讲伊收到这2张是去年已经过期的3倍券。因为我整天只有收到这2张而已，我们本身自己还没有到去领券，所以小朋友也不知道他现在5倍券到底长什么样子。我也没有怪小朋友啦，小朋友其实听到很自责。3倍券到5倍券要安怎分？以面额200块来做比较，上个明显的就是中这个图，3倍券是台湾的图，5倍券是长尾丁，使用日期的为3倍券是倒平下卡109年，5倍券是正平下卡111年，消费注意事项的位嘛无同。那因为这样看起来所有面额都是一样的，请大家要小心注意。实际上是一个是台湾图案，一个是飞鸟图案。因为3倍券的使用日期，敢若到去年的12月31，这个小姐用已经失去价值的3倍券，改做有价值的5倍券来消费，都可能犯到诈欺罪。所以讲，就算业者无报案，警方知影这个消息了后，已经主动调查。